由合肥首富變到一無所有，人哋叫佢中國賭王啊嘛。結果咧，佢喺柬埔寨啲地下賭場中咗個賭底面嘅圈套，成副身家輸清光嘅。揾錢起家要幾代人，敗家啊！一個賭徒就夠晒數啦。賭場贏嘅從來唔止係錢咁簡單，佢贏嘅係人性入面嗰種永遠都填唔滿嘅貪婪咯。2000年嚟，水晶吊燈下面就係咁不斷重複同一個故事。當粒骰仔停低嗰一刻，根本就冇贏家嘅。安徽省潛山縣茶水鎮逆水村，呢條村個名有段古嘅，周圍嘅山勢將條河逼到由東向西流，同一般大河向東完全相反，所以就叫逆水啦。1971年，楊志偉就係喺呢度出世嘅啫。村入面得幾百人，四面環山，出一趟鎮要行2個鐘頭山路嘅。佢屋企喺陳屋組，阿爸阿媽都係農民嚟，種田、養豬、砍柴，一年到頭得幾千蚊收入咋。村入面啲老人家講起佢啊，話佢細個就同其他細路唔同噶啦，書讀得唔多啫，但係腦筋轉得快，鬼主意一個接一個喎。佢唔會坐定定等運到嘅，而係會諗辦法。邊個知邊度有嘢平，邊個識得邊個可以拉關係，佢都一清二楚。村入面啲大人話佢精個鬼啊！但逆水村嘅世界實在太細啦，細到你行到山頂，一眼望晒全村嘅屋頂，細到你知晒邊個會娶邊個，邊個會種田，種到幾時。楊志偉20歲嗰年，企喺村口條路度，望住嗰條逆水流向遠方，佢同自己講：我要出去闖下。1995年，佢正式離開咗逆水村，冇帶幾多錢嘅，得一個背囊、幾件衫同一個冧馬。佢搭咗30幾個鐘頭火車，由安徽坐到北京。嗰陣時嘅北京，滿街都係外地嚟嘅後生仔，個個都覺得自己會發達，但係大多數人最後都係捱幾年就返鄉下嘅啫。楊志偉就唔同啦，佢冇學歷、冇背景、冇人脈，得一樣嘢，佢睇得通人哋需要啲乜。佢開始做嘅生意係為銀行提供驗鈔機、紮鈔紙、紮鈔繩，呢啲嘢唔起眼呀，但每一間銀行都需要嘅。佢逐間銀行敲門，由細分行開始，慢慢做到總行，幾年之間就俾佢儲到第一桶金啦。呢個時期嘅楊志偉住住普通夾克，背住個斜孭袋，日日喺銀行大樓之間穿梭。佢嘅辦公室最初只係一間200尺嘅劏房咋，日頭做嘢，夜晚就瞓覺。但係佢有一樣嘢係好多生意人冇嘅，佢唔怕面懵嘅，俾人拒絕，佢笑住行出嚟，聽日再去過咯。2006年佢35歲，喺北京正式註冊藍鼎投資集團有限公司，個名有氣勢嘅，藍立四海，鼎集大成啊嘛。但呢個只係開始嚟啫。2007年，楊志偉做咗個決定，由北京轉去合肥。呢個決定改變咗佢嘅一生呀。嗰年嘅合肥正處於中國城市化進程嘅爆發期。舊城拆遷、新區規劃、基建上馬，成個城市就好似一個大地盤咁。楊志偉睇到嘅唔係地盤，係機會嚟嘅。佢喺合肥濱湖新區競標到一幅地199畝，呢幅地後嚟起咗藍鼎觀湖苑。樓盤一開售，反應好到誇張啊！嗰陣合肥嘅樓市正係搶錢嘅年代嚟嘅，市民帶住小馬扎通宵排隊，售樓處條龍排到出馬路。藍鼎觀湖苑賣完之後，佢即刻上馬第2個、第3個項目，酒店、商場、住宅全部一齊上。短短幾年之間，藍鼎置地由一間新公司變成安徽本地最大嘅房地產商之一啦。楊志偉嘅名字開始出現喺合肥嘅富豪榜上面。佢由逆水村行出嚟嗰陣，身上得幾百蚊咋，到而家佢手上面揸住過百億嘅資產。2012年，藍鼎集團借殼上市，正式登陸 A 股。2013年，佢再以13.25億港紙收購嘉輝化工嘅股份，成為最大單一股東，改名藍鼎國際。呢一鋪佢攞到咗香港資本市場嘅入場券嘅。由 A 股到港股，楊志偉用咗1年時間啫。呢個時候嘅佢已經唔再係嗰個背住斜孭袋跑銀行嘅小生意人啦。佢着住度身訂造嘅西裝，出席各種上市儀式、記者會、商會晚宴。佢嘅辦公室由劏房搬去甲級寫字樓頂層，落地玻璃望出去成個合肥。佢身邊開始出現各種人，有銀行家，有律師，有會計師，有公關。而佢嘅野心並唔止於地產嘅，佢開始將藍鼎嘅業務擴展到酒店、礦業、傳媒，投資地點由安徽擴展到湖南、湖北，甚至海外。佢嘅商業版圖越畫越大，而佢嘅名號亦越嚟越多。有人叫佢資本高手，
又有人叫佢神秘富豪，但佢最想要嘅可能係另一個名咯。2013年，楊志偉做咗一個關鍵嘅決定，進軍博彩業。佢成立咗南鼎濟州開發株式會社，喺韓國濟州島收購咗一個大型項目神話歷史公園，佔地252萬平方米。2014年，佢攞到濟州島8張博彩牌照之一，經營 Beluga Ocean Casino。呢一鋪令佢由地產商變身成賭場老闆啦。2016年，佢再以16.44億港紙收購英國倫敦一間有超過200年歷史嘅高端賭場利星賭場。呢個舉動令佢正式進入國際博彩業嘅核心圈層。之後佢再將業務擴展到菲律賓、柬埔寨，外界開始叫佢海外賭王咯。呢個時期嘅楊志偉真係意氣風發嘅。佢買咗一架龐巴迪環球6000私人飛機，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、澳門賭王何鴻燊同款，售價6100萬美金。佢出席各種高端場合，身邊圍住各界名人，其中一個就係向太。香港影視圈嘅知名製作人，同佢先生向華強係娛樂圈嘅重量級人物。向太第一次見楊志偉嘅印象係着住度身訂造嘅西裝，談吐斯文有禮，講地產佈局條理清晰，成個人精神爽利嘅。佢形容楊志偉係一個好精明嘅企業家，但佢唔知道呢個精明嘅企業家當時已經開始行近一個深淵啦。楊志偉經營賭場，自然要出入賭場啦。最初佢只係陪客人玩兩手，做個樣子啫。佢嘅身家過百億，玩幾百萬對佢嚟講真係零錢嚟。但問題係佢開始覺得呢個遊戲好玩呀。賭場嘅設計本來就係為咗令人覺得好玩嘅，燈光、聲音、節奏，即時嘅輸贏反饋。對於一個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嘅生意人嚟講，呢種幾秒鐘決定輸贏嘅刺激感係一種前所未有嘅釋放。楊志偉喺商場上做一個決定可能要諗幾個月，但喺賭台上面幾秒鐘就完啦。呢種快感令佢開始沉迷，由陪客玩兩手變成自己主動上台，由玩幾百萬變成玩幾千萬。佢開始用自己賭場嘅 VIP 房，甚至叫員工幫手換籌碼。佢身邊嘅人開始察覺唔對路，但冇人敢勸呀，因為佢係老闆呀嘛。2016至2017年間，楊志偉嘅賭博頻率越嚟越高，佢嘅私人飛機成日飛去澳門、首爾、金邊。佢嘅同事後嚟話，嗰段時間佢開會嘅次數明顯減少，好多決策都延遲咗，而佢嘅情緒亦開始出現明顯嘅波動。贏錢嗰日心情好，輸錢嗰日黑面咯，呢個就係成癮嘅開端啦。楊志偉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嘅大輸發生喺一間澳門嘅貴賓廳。嗰日佢帶住1億現金上台，打算認真玩一次。佢坐低之後，荷官開牌，佢第一鋪就押咗1000萬，洗仔一落，輸咗1000萬，1秒清零。正常人會停㗎，但楊志偉冇，佢嘅反應係再嚟過。佢嗰陣嘅心態同佢做生意嗰陣一樣，輸一鋪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追得返嘛。但佢唔知道做生意同賭博最大嘅分別係，做生意你控制到變數，賭博你控制唔到㗎。佢繼續落注，繼續輸，幾個鐘之內佢帶嚟嘅1億輸咗大半。呢個時候疊碼仔出現咗，疊碼仔係賭場嘅中介嚟，專職服務大客，提供信用額度、安排住宿，甚至幫手調錢。佢哋嘅收入來自賭場嘅佣金。換句話講，你輸得越多，佢哋賺得越多。楊生今日手氣爭少少，聽日再玩過啦。錢方面你唔使擔心，我呢度可以幫你安排。楊志偉望住疊碼仔點咗頭。佢覺得只係一時唔好運啫，聽日一定贏得返。第二日佢攞到咗疊碼仔安排嘅5000萬信用額度，佢再上台，結果再輸。然後係第3日、第4日、第5日，1個月之內佢嘅欠款累積到1億。呢個時候佢身邊嘅朋友開始發覺唔對路，向太同其他朋友輪流打電話勸佢：你唔好再賭啦，再賭落去會出事㗎。但楊志偉嘅反應係：你哋唔明㗎，我爭少少就贏返晒啦。呢句說話係每一個賭徒嘅標準對白嚟，而講得出呢句說話嘅人，通常已經冇得返轉頭啦。澳門嘅賭場開始拒絕向楊志偉提供信貸，原因好簡單，佢嘅還款記錄已經出現問題。但呢個拒絕並冇令佢停手，反而令佢轉向咗另一個更黑暗嘅地方——柬埔寨嘅地下賭場。同澳門嘅合法賭場唔同，地下賭場冇監管、冇牌照、冇保障㗎。佢哋嘅唯一規則就係你輸錢一定要找數，你贏錢唔一定俾你攞走。楊志偉進入呢個地下世界之後，面對嘅第一個陷阱叫賭底面。
呢個名聽落好技術性，但其實好簡單咋。你喺台面押100萬，賭場會喺暗地裏幫你加10個底，每個底都係100萬，即係話你實際上嘅賭注係1100萬，但你唔知㗎。如果你贏咗，你只會收到台面嗰100萬嘅彩金，但如果你輸咗，你要賠嘅係1100萬，台面嗰100萬再加10個底嘅1000萬。你以為自己輸咗100萬，實際上你輸咗1100萬。呢個就係一個精心設計嘅資訊不對稱陷阱啊！楊智慧最初根本唔知有呢個玩法嘅，佢只係覺得奇怪，點解自己每一鋪贏嘅錢都唔多，但係輸嘅錢就好似滾雪球咁大。佢問疊碼仔，對方輕描淡寫，呢度興咁玩嘅，大家都係咁噶啦。佢開始輸得越來越快，以前一個月輸1億，而家一個星期就輸1億。佢開始賣資產，賣股票，賣物業，賣公司股權，但資產變現嘅速度遠遠追唔上賭債增長嘅速度。2020年佢嘅債務已經超過100億，佢仍然覺得自己可以贏返。佢嘅腦袋已經被賭博嘅機制完全改寫，佢已經失去咗對現實嘅判斷力啦。2020年對楊智慧嚟講係致命嘅一年。呢一年佢嘅藍鼎帝國開始崩塌，由於佢不斷抽走公司資金去填賭債，藍鼎嘅核心業務開始出現問題，房地產項目延誤，酒店營運虧損，礦業投資失敗，股價暴跌，投資者走晒，銀行開始追數，供應商開始封盤，而佢嘅個人資產亦喺呢一年內近乎清零。佢曾經坐擁超過200億身家，但呢200億喺賭底面嘅機制下，只係1年之間就蒸發晒。200億喎，如果一個普通人月入3萬，要唔食唔飲唔交租，連續工作55000年先賺到，而楊智慧用咗1年咋。2020年12月，中國證監會對楊智慧立案調查，涉嫌操縱證券市場。幾個禮拜之後，佢喺柬埔寨金邊機場被帶走。恢復自由之後，佢辭去咗中潛股份嘅所有職務。由2019年佢以3.5億買入中潛股份 24.46% 股權，到2020年底被調查，前後唔夠2年。呢間公司曾經係佢資本運作嘅代表作，而家變成佢敗局嘅見證。向太多年之後再見到楊智慧，幾乎認唔出佢。以前嗰個住度身訂造西裝、談吐斯文嘅企業家消失咗，佢頭髮凌亂，衣着邋遢，眼神空洞，充滿疲憊同悔恨。向太喺節目入面講，賭癮比毒癮更可怕嘅，增家業要幾代人，敗家業一個賭徒就夠啦。楊智慧嘅故事唔只係一個富豪破產嘅故事咁簡單，佢嘅影響遠超佢一個人。佢嘅公司倒閉之後，成千上萬嘅員工失業。佢喺合肥、湖南、湖北嘅地產項目爛尾，大量業主收唔到樓。佢欠下嘅賭債，其中一部分係由供應商嘅貨款、銀行嘅貸款、投資者嘅資金組成。呢啲人嘅錢全部凍過水，佢嘅家庭亦徹底破碎。佢嘅太太仔女由富豪家庭跌落到負債家庭。佢嘅父母白頭人送黑頭人，雖然佢仲生勾勾，但喺精神意義上，佢已經死咗。嗰個由易水村行出嚟意氣風發嘅後生，已經唔存在啦。向太後嚟喺節目中講起呢件事，語氣好平靜，但字字入肉。我見佢嗰陣真係嚇親嘅。以前佢幾精神㗎，而家成個人散晒。呢個就係賭博嘅真正代價。佢唔只係輸錢，佢係輸埋人格，輸埋信用，輸埋身邊所有人對你嘅信任。楊智慧輸咗200億，但呢個數字只係表面啫。佢真正輸嘅係佢用大半生建立嘅一切。楊智慧點解會由一個精明嘅企業家變成一個失控嘅賭徒？呢個問題嘅答案隱藏喺賭博成癮嘅機制入面。行為心理學研究顯示，賭博成癮有幾個核心特徵。第一，間歇性獎賞。心理學家斯金納做過一個實驗，將一隻老鼠放入一個箱，入面有個槓桿。如果每次撳槓桿都有食物，老鼠食飽就會停。但如果食物係隨機掉落嘅，有時有，有時冇，有時一大堆，老鼠就會瘋狂咁撳，撳到力竭為止。賭博就係呢種間歇性獎賞嘅典型例子。你唔知道幾時會贏，所以你不斷撳。第二，沉沒成本逆反。當你輸咗一筆錢之後，你會覺得收手就蝕晒，所以會壓得更大，試圖一次過贏翻。呢個機制令輸錢嘅人比贏錢嘅人更加唔肯走。楊智慧最初輸1000萬嗰陣，佢嘅反應唔係停，而係追啊。第三，控制幻覺。好多賭徒相信自己有技巧，睇路子、分析走勢、計概率，
但係事實上，所有賭場遊戲嘅底層都係隨機嘅，你嘅技巧只係一種幻覺嚟嘅啫。楊智慧作為一個成功嘅企業家，特別容易產生呢種幻覺。佢覺得自己喺商場上贏咗咁多次，冇理由喺賭台上面贏唔到嘅。呢3個機制加埋就係一個精密嘅成癮機器。佢唔需要你蠢，只需要你開始。2026年今日，楊智慧嘅下落成謎。有傳聞話佢仍然喺香港過住低調嘅生活，亦有人話佢去咗東南亞，試圖東山再起。但無論佢喺邊度，佢嘅故事已經成為一個警示。佢由逆水村行出嚟，用咗30年建立一個商業帝國，然後用咗1年將佢徹底摧毀。佢曾經坐擁200億身家，但呢200億喺賭台上面只係數字嚟。佢曾經係合肥首富，但呢個名號而家只係一個歷史標籤。佢曾經着住度身訂造嘅西裝，坐私人飛機出席高端宴會，但而家佢只係一個欠債累累、眾叛親離嘅普通人。佢嘅故事唔係一個關於道德嘅故事，佢係一個關於數學嘅故事。賭博嘅數學永遠對賭徒不利，佢亦係一個關於心理嘅故事。成功嘅人往往最容易被控制幻覺所害。佢輸嘅200億以另一種形式存在，佢變成咗爛尾樓盤入面業主嘅眼淚，變成咗供應商收唔到貨款嘅憤怒，變成咗員工被裁員嘅無奈，變成咗家人被遺棄嘅痛苦。逆水村條河仍然由東向西流。楊智慧由嗰度出發嗰陣，佢嘅目標係出人頭地。佢做到咗，但佢最終嘅結局可能連佢自己都預料唔到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話：我贏過好多，輸過好多，但係從來未試過咁樣輸法。呢句說話嘅重量等於200億，等於30年，等於一個帝國嘅隕落。曾國藩喺家書入面寫過：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愛。想要嘅越多，得到嘅快樂就越少。最初嗰份初心喺慾望嘅蠶食之下慢慢消失殆盡。楊智慧靠住自己嘅努力創立商業王國，呢份本事值得佩服。但因為一念之差，最終同曾經擁有嘅一切擦身而過。商場巨鱷楊智慧由地產頂流到一夜破產，竟然係俾賭場嘅疊碼仔用溫水煮蛙嘅方式，一步一步吞噬乾淨。200億身家就咁喺賭台嘅暗局入面灰飛煙滅。賭癮比毒癮更致命，普通人一樣難逃慾望嘅陷阱。記住一句說話：只要你唔坐上賭台，你就已經係贏家啦。小賭不怡情，沉迷生慘案，唔賭先正係真嘅贏。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，益點點。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、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。賭場冇朋友，淨係得輸家。賭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